焦就是我。上焦管呼吸，中焦管吞咽，下焦管排泄。上焦、中焦、下焦要照顾好呢。那阳气啊，正气啊，正气不足会得病。你看，想到了糖尿病就想到，有的可能是上焦虚，有的可能是中焦虚，有的可能是下焦虚呢。糖尿病可能是器官的正能量不够，正气不够才造成的病呢。正气是存呢，邪不可入啊，邪不可伤害啊。上焦管呼吸，你看跟心肺有关系，心肺功能。中焦管吞咽，你看肠胃嘛，吞咽然后吞得下去吗？胃要强啊，哎呦，脾也要强。胃痰啊，痰的根源说来自于脾脏啊。你那个字哦，脾应该在胃，脾跟胃的位置要调换。脾在那个现在画面的右边才对，在胃的那个位置才是脾，左边一点才是胃，那个带子向左。中焦是管吞咽，下焦管排泄。你看肾啊、膀胱、下肠。吃米饭补中气啊，吃米饭补中气。你看，吃米饭比较不会那么快饿嘛。那脾脏要照顾好，那怎么照顾呢？饮食有节，脾土不泄啊。饮食有节制，不暴饮暴食，脾土不会泄，不会拉肚子那个腹泻那个泻。宠入不惊，肝木自流。宠入不惊，肝木自流，安宁的宁。你想想看，糖尿病可能就是五脏六腑器官功能气元量那个正能量正气不足，就是说可能是器官衰老了退化了造成的。有的会容易口渴，那个是肺火大容易口渴；有的容易饥饿，那是肠胃脾胃的中焦。可能是中焦的火不足，容易饥饿，容易口渴，可能是上焦的火不足。容易频尿，频尿了，常常想要小便呢，那可能是下焦火不足。你看哦，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你看从上面开始，肺的火大，不容易止渴，需要常常喝水。肺火大嘛，常常需要喝水，甚至喝那么多还不止渴呢，肺火大，肺火旺。再来是常常有饥饿感，那可能是中焦火不足，脾胃的可能是脾胃的虚，然后常常尿急，可能是肾火的肾火的不足，下焦火不足，膀胱虚。你看，肾属于阴，膀胱属于阳，脾属于阴，胃属于阳，心跟肺五脏都是属于阴啊。那什么阳？心包络，
三焦都是属于阳。这里面所谓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大小肠、膀胱、胃、心包络三焦，三焦就是上焦、中焦、下焦。所以你看哦，要正气要够啦，维护器官的功能啦，才不会有那个退化引起的疾病。所以那个糖尿病可能就跟那个三焦火不足造成的，容易口渴这样会喝得多，容易饥饿呢吃得多，容易频尿的时候也尿得多，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三多症，喝得多，吃得多尿得多，你看可怕耶！就想到可能是上焦、中焦、下焦三焦火不足，就正气不足，就是器官的功能衰老退化造成不正常的饮食，起居饮食、睡眠、生活作息不正常，或者是抽烟喝酒啊，或者是性欲太多，性生活太频繁，都伤到器官的功能。是的，有的吃大鱼大肉，那个血管也会受影响，血管功能受影响，也会造成气血受影响。那你看，影响到功能器官功能受影响，才会有一些病啊。上焦管呼吸，那个声音跟肺有关的声音，昂昂昂，跟心有关的声音，恩恩恩，感恩的心，昂昂昂，昂头唱情歌，昂头唱情歌，抬头挺胸，昂头挺胸，帮助呼吸，昂昂昂。然后跟脾有关的声音是上厕所你看遇到那个便秘要用力要把它排出来，那个要用药呢，喷剂呢，要滴剂呢，从肛门喷进去，灌进去了，灌剂了，从肛门灌进去，然后帮助那个通便呢。帮助脾的那个声音是你看看是不是右边的脾有在动是不是肺部有在动啊？是不是心有在动啊？然后肾脏是肾啊，铃啊，想到你看那个声音是不是肾有在动啊？那肝呢？肝，脾是在左边哦。那音是脾在左边，靠近腰啊，左边。肝呢？靠近腰啊，右边。肝，阿爸阿嬷阿母阿爸阿母阿嬷公那个音的时候是肝哦。再复习一下，心是感恩的心，肺是昂头唱情歌，抬头挺胸，那脾是淡淡的然后肝是肝脏是然后肾脏是你看，照顾那个五脏啊。然后五脏属于阴，六腑属于阳，阴阳五行就跟中医的理论有关系啊。一阴一阳之谓道啊，《易经》系辞。孔子赞周易啊，修春秋，三四书定礼乐。赞周易就是那个《易经》的系辞，就有写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啊。